2026年5月30日，點解宏福苑居民會變成災民呢？因為宏福苑懷璧其罪。希望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網上出現抹黑宏福苑災民係藍絲嘅傳言，認為佢哋死有餘辜，希望令市民造成分化。對於呢啲傳言，喺大是大非面前，藍絲又點啊？人命就係人命，人命乃神聖不可侵犯嘅無價寶，所以絕對唔可以因為大家政見唔同，而將佢哋講成死有餘辜。就因為人有其道德底線，呢一點亦係人類同禽獸嘅分別。以往當發生重大災難時，香港政府一定會公佈死亡者名單，呢個係香港政府以往一貫嘅做法，但今次卻一反常態，以私隱為藉口拒絕公佈死亡者名單。係唔係想隱瞞死亡人數其實唔止168人啊？喺世紀大災難面前，公平公正公開係當今世上唯一嘅價值標準，私隱理應暫且放低。今日港共政府應該即刻公佈死亡者名單。而家呢個禽獸港共政府必須回答我哋香港市民嘅疑問：一、點解至今仍然唔肯公佈死亡者名單？二、宏福苑災民係受害人，點解會變成咗罪人啊？釘子戶，共產黨就係用呢種卑鄙無恥下流賤格手段，將一切道理搶奪至自己嘅一方，於是就可以名正言順咁以理殺人。共產黨就用咗呢種手段殺害咗數億人命啦。宏福苑災民亦都因此亦變成咗釘子戶，結果亦求助無門。三、居民返屋企需要得到政府嘅批准，為什麼？四、就算可以返屋企又要限制喺3個鐘之內，為什麼？仲要有差佬跟住看守？居民幾時開始變成咗犯人啊？為什麼？啲差佬仲話呢啲唔准做，嗰啲又唔准做，呢度係居民嘅屋企啊！居民做啲乜又與你呢個垃圾政府何干啊？五、當居民發現屋企財物失竊，港共政府竟然話難以追究，為什麼？六、為什麼居民一直都唔可以返屋企，但又有邊個可以自由進出居民屋企偷竊呢？七、點解一直禁止居民開業主大會？為什麼？八、但又點解要強迫居民喺6月30日之前一定要賣出業權？為什麼？係邊個出嘅主意啊？九、係邊個決定動用市民嘅慈善捐款，用嚟收購宏福苑災民嘅業權？係邊個？十、大廈維修時已經買咗保險，呢啲保險金點處理啊？以上10條問題，港共政府，你最好老老實實咁交代清楚啊！宏福苑係擁有180度吐露港海景嘅豪宅，原來咁都係懷璧其罪，一直有人懷疑有禽獸眼紅了，謀財害命，結果釀成咗今次大火災。因為而家暫時未能追究，一切暫且放下，等到香港光復之後，一定要追究到底，所有犯事者都必須要得到應得嘅報應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